傳說中嘅姻緣石今日特登行上嚟拍劇。嗱，係咪嚟拍劇呢？本來都唔多想考究噶啦，但加埋舊愛定恩呢句，就真係耐人尋味啊！馬明，馬明心永暗他一年，舊愛定恩送祝福。要數大台筍盤中嘅筍盤，點可以唔提馬明啊？為咗同屋企人有多啲相處時間，唔止放棄北上揾緊嘅機會，上年仲豪擲2000萬買太古城特色戶添。雖然呢個筍盤最近被指同心穎 BB 假戲情真，暗他一年，但馬明最近接受周刊訪問，竟然叫大家當係笑話嚟睇啊！本來以為心穎 BB 冇機啦，點知馬明轉過頭又話唔排除有發展可能啊，仲話自己已到適婚年齡，希望識返個以結婚為前提嘅女仔拍拖添。唔怪得日前要特登行上去拍劇啦，就連馬明嘅舊愛定恩都忍唔住問心穎：你仲要姻緣石？咁啊！雖然個留言酸酸地，但定恩星期五出活動就笑住否認暗串心穎，仲話自己同心穎係有偈傾嘅朋友。如果係真嘅話，一定會祝福佢哋啊！